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1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军汉光39号演习今仔预演，台东的丰年机场头一届互国军征用，国防部嘛公开轰大帮7次的影片。联邦银行有员工甲诈骗集团告斗坑，台北通化分行的经理顶2个人防升压，其他5个人交保。台南一个47岁的查甫人，找到暗时互压走热胎，佮互等伫基美病院的急诊室，后来不幸过身，嘛已经掠到来嫌犯。先开始来看国军汉光39号演习，7月24到28举行，今仔预演。台东的丰年机场头一届互国军征用，要来了解民用机场转战备机场的能力。现场有C130运输机甲 F16V 战机起降，嘛有卖这军事迷到现场翕相。国军C130档的运输机顺利起落，完成运补演练任务。汉光演习就要来上场，这边的演习新科目，头一遍调用台东的丰年机场，要来验证民用机场甲转做战备的功能。期间嘛有2台 F16V 冲场，请真济军事迷透早过来遮听候，就是为着要来翕到这个军机的影子啊。借由这次演习的机会，看看我们空军对备用机场跟民用机场这个整合跟使用的情况，所以想来见证一下这样子。最近共军一直伫个东部外海活动，国军这边唔那是甲低滚海岸头一边甲纳入红色沙滩来做反登陆的作战场域，嘛来调用丰年机场，互台湾请做演习的重点。另外，主战场台北第3作战区是互陆军航特部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甲乌鹰直升机对桃园龙潭起飞，去台北港也阁有关岛来做快速的起降任务。国防部伫10日嘛公布汉光39号实兵演练，对7月24到28演练的重点有包含兵舰转换、战力保存。24桃园的中心演习开场，25是伫个台东验证整体防空作战，26联合三级作战伫个桃机，27个联合国土防卫作战是伫个台北港淡水河这个所在。要是在强化反制中共的军事威胁，并参酌俄乌战争的经验，持续秉持处处是战场，时时做训练。国防部表示讲，这边汉光战力的保存、防空、电子、网络、认知作战，拢有贯穿全程，嘛要提醒照逐一年的经验，相关的假消息，较会互社群媒体来流传。想要来分化团结，就爱较张持咧。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网前抛出国军轰大帮的7次影片，看起来效果真歹，引起真侪讨论。国防部今仔嘛公开因家己7次的影片，强调讲拢有合美国的规范哦，麦当当解放军的庆忌。国防部嘛指出讲，网络7次的影片有真侪错误的所在。最近有民测讲，实测国军3级空大帮的防护力，影片中空大帮会当讲向下探过，引起外界讨论。国防部第一时间澄清，讲空大帮效料符合，去美国测试也符合规范要求。10日更加公开监测准证影片。105年，国军的3级战斗卫星送到美国的切斯皮克实验室，实验的结果，6发7.62公里的普通弹，距离15公尺射击。均未贯穿。测试结果显示，国军3级空大帮伫6粒7.62公里普通弹，25公尺拢无放射探过。国防部表示，战斗假压应该结合雷芯甲空大帮同齐测试，验过网络影片有部分无设置雷芯，另外也有部分雷芯看唔到所在，拢无符合 NIJ 规范。我们每年会一次到部队去抽旧的使用中的板子。就是说每年会做一次。那
这个部分呢，就会用新的板子去跟它换，把旧的抽回来做试验。那目前做了6年哈，都是合格的。国军再三强调，3级抗弹帮符合相关规范。不过，美国司法学会伫2018年公布上新的规范，外界质疑检测标准已经是20年前，敢是会当挡会条强军金马上规的成绩？依照科学的原理我们测试的结果，我们的3级抗弹板是可以抵挡中共5.8公里的这个一般弹的这种攻击。另外，国军后一代抗弹帮什么时阵会出来？军备局回应，第205厂去年5月启动研究，分析各国技术，针对复合材料、高科技多增强化、大核技术的3大关键技术进行开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外一家条例修法的争议继续的炭烧。国民党立委林维洲点名民进党立委区志伟在内有18立委，就是当初提案联署要求放任外一家条例的人。立法院的民进党团书记长曾瑞祥是表示讲，争议性的法案需要调野合作，嘛强调讲民进党团嘛唔忙讲，甲外一家的修法摆入临时会议庭，未拍假球。外一家条例修法争议继续炭烧，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齐卡新提出立法院议案关系文书，讲2020年提案放宽累犯去外一家等修法提案撤回，包括民进党区志伟、柯志杰、廖天林、区议员，联署人是另外有14名立院立委。如果累犯是不能进外役监，但是说他如果已经服刑完毕了，而且他受的那个原来的那一个罪是6个月以下徒刑的，那这样就可以进外役监，累犯也可以进外役监。希望呢，我们下个礼拜可以请求我们院长来召集朝野协商。那在这一次的整个临时会里面呢，至少在台美贸易协定，然后在整个性平3法。还有这一次的外役监条例能够把它放进去。曾瑞祥强调，争议性法案爱调野合作，唔通互相指责。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行政院去年就将外一家条例修正法案送到立法院审议，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合理调整外一家遴选机制。像当罪也是特定罪名的人都未当参加。昨天我跟总统商量之后呢，我们觉得可以在下周的临时会当中呢来做更密集的深入的这个讨论。陈建仁表示，包括行政院版拢总有25个无同的法案版本，意见真多元，而且个分歧。希望在尊重立法院的职权之下，和立法院来做相关的讨论安排。也希望会当量早得到共识，完成修法。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总统参选人讲要重启两岸服务贸易协定，顶礼拜有美容美发业者站出来反对。今仔有10外个中医师佮药商嘛去立法院登前，伊是表示讲重启服务会对医药界造成冲击，呼吁唔通互中国资金进入咱台湾的医疗体系。服务通过。总统参选人郭文定甲侯友宜提出中企服务的议题，引发关注。拜二早起，阁有10外位中医师甲中西药材厂商站出来反对服务，因烦恼服务若通过，照过去的协议内容，中国的资金会当投入台湾的医疗院所，若真正发生，会降低台湾的医疗品质。中医师养成之后，优质的中医师人才可能会被吸到对岸去，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中医的那个服务量能会大量降低，一个优质已经建立很稳定的医疗系统，将会被破坏殆尽。中医师甲药商伫立法院外交陈情书出席这场活动的民进党立委表示，中国掌握大量中西药的生产优势，服务若通过，除了会打压国内药厂的研发，就连医药市场也可能受到冲击。如果你开放服贸，让它能够进入到台湾，变成批发市场。你怎么知道它不会化整为零？挟着它的资金的优势，挟着它控制这个药品源头的一个优势，在我们这边扩张渗透到零售业。因为现场敢若民进党团派立委来接陈情书，国民党甲民众党拢无人出席。中医师工会呼吁提出中企服务议题的国民党甲民众党爱出来面对。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
为特别对付诈骗集团，NCC 今仔邀请法务部甲相关的政府部门、甲电信业者坐落来互相交流打击诈骗的经验，希望讲透过公司部门做伙来防止诈骗，保护民众的性命甲财产的安全。请注意，这是国际电话，小心诈骗。只要接到国际电话，通话进前就会有警示，提醒接电话的人爱设置这是国际诈骗电话。诈骗集团的问题严重，打击诈骗成做社会关注的议题。NCC 11举办打击诈骗的论坛，行政院长陈建仁亲身出席，而且邀请法务部等等的公部门、甲电信业者交流阻挡诈骗的经验。防堵诈欺呢，这个就像跟抗疫一样。好，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虽然我们的新药、我们的疫苗不断的创新发展，但是病毒也不断的在突变当中。因为全台湾去年诈骗的訛诈钱超过60亿，创下历史新高。行政院成立打诈办公室，全力来阻挡。不过，在野党立委批评讲，办论坛袂输是伫冷气房内底，甲诈骗集团软性口抗，引起大家讨论。主诈、惩诈。各机关都是利用我们自己本身的职权，那么就中央定的拟定的政策那么详细去执行。研讨会了解各单位的相关提出的策略，来再测进检讨，这是必要的。那当然打击的部分也是一个重点工作。伫第一线打击诈骗、阻挡诈骗的检警单位，强调这个工作是规个政府团队做伙动作。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政府已经阻挡境外诈骗电话有达2600万通，希望透过各种的手段，全力来阻挡诈骗集团违法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的南京西路车牌暗时路绑起，昨透早又搁绑掉。按算讲，今仔下晡5点会用透地雷达来检测地面。最近真侪所在拢发生这款意外。专家是认为讲，政府无建立完整的3D 地下影像的资料，所以拢无法度好好啊管理。专家嘛建议讲，应该规划共同的管线，才袂定定的误路造成意外。馆长来稳定结果，台北市南京西路车牌暗时也发生崩塌的天坑，甲花囤了后又搁崩起，紧急来封路抢修。伫11早起到现场做污水管布设。估计要伫下昼5点进场做透地雷达检测，都 OK 都，而且有超前的透地雷达的扫描。那针对底下有一些如果有孔洞的部分我们要做钻孔灌浆把它补满。最近规台湾各地大大小小的天坑事件一直发生。进前信义区中德街有一搭建案边仔的马路发生崩起。台北市嘛有发生天坑吞特斯拉的意外，专家认为讲。政府无建立完整的3D 地下图纸，地使甲无法度有效来管理，特别拢是遇到灾害甲要补救，应该搁爱来推动土木工程法立法。图纸呢要希望能够更完善。那你在设计阶段呢，考虑的更周全，就会让我们的工程呢减少变更设计，那可以让它更加速，安全度又能够提高。专家归纳地层崩塌的3大原因，包含水、沙质地质。光线破去，呼吁地下管要开挖的时阵，就要整合，应该透过共同管道来减少开挖，来降低天坑发生的几率。那才不会说今天挖自来水管，明天挖台电信水管，那后天又挖瓦斯管，又没有共同管道，所以地下搞得千疮百孔。天坑的事件不三时有，民众因此若是受到损害，应该爱甲送求赔偿的。律师表示讲。每甲各地业爱背回清楚路崩起的原因，搁再互主管机关来负起赔偿的责任。若是讲公家机关爱负责，民众会当来请求国家赔偿；若是讲建商私人因引起的，嘛爱来负起损害赔偿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联邦银行传出员工甲诈骗集团斗空，检调昨搜查银行的总部甲分行，嘛发现台北通化分行一市场的经理等7个人涉嫌协助洗钱。执行后，包括经理有2个人防升压，另外5个人以5万块到10万块交保。联邦银行强调，无影响到公司的财务，会依法来配合调查。有构成诈骗集团吗？在警方介入之下，正伫被检视几啊名联邦银行员工，采集少年耍风大会约谈。为什么会跟诈骗集团有关系？
面对提问，拢无讲话，行员会放新闻，因为检方发现因涉嫌甲诈骗集团挂钩，即摆有7个人涉案。战绩上悬，各考告经理级。张姓以及腾讯的2名主嫌犯罪嫌疑重大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那其余的薛姓等被告则分别交保10万元到5万元不等。除了总部之外，包括通化等几啊间分行，拢互搜索查扣、交易凭证等物证。专案会见光，因为检警侦办一件诈欺案，意外发现几啊个人头口座，全设伫联邦银行通化分行，怀疑现场的经理人协助提款、转销提款额度，互诈骗集团洗钱，初步估计达9000万。联邦银行对此无回应，只发重大信息表示，依法配合调查，对公司业务财务无影响，只是进前才押出中信银有行员协助诈骗集团洗钱，即马佫出现联邦银行员疑似协助犯罪。银行局表示，会强化银行的内控机制，要求银行呢对于员工的行为有没有异常要加以注意会不会有一些即时账户呢集中在几个行员身上它的比例比较高或者笔数比较多。坦白讲，银行内控有疏失，银行局会看后续调查情形。那违法行为明确，以银行法相关开罚2000万。记者综合报道。数位发展部顶个月公告电子签章法修正草案，包括医疗、法律和保险教育拢正支持。也毋过嘛认为讲实际上要安怎来验证有真侪问题需要解决。数位发展部是表示讲会来排除种种的困难。法案实施了后，嘛有3档的缓冲期。过去2-3年，伫新冠疫情避免接触的情形之下，加速无纸化发展。不过，国内电子签章法已经超过20年无修法。数位部顶一日公告电子签章法修正草案，包括医疗、法律、甲寿险界，拢有人举双手支持。不过，实务上也是有真侪挑战。怎么样认定它是电子签章？怎么样认定它又能够达到另外一个数位签章的效果？因为在寿险业、保险业里面，其实我们有所谓的一些道德风险的东西。你要怎么举证证明双方当时在签署的过程当中是有合意或是没有合意的部分哦？那我们其实去问过法务部调查局文书鉴识科，他说这个电子签名送给他。他应该退回，因为他不会认。民众党立委吴欣盈邀请相关学界分享数位化的经验，协助理清电子签章在实务上使用的记录，尤其是不少医疗甲金融机构拢经引进电子化签单的选择。未来法院安怎定出客观的认定标准，互业者遵守，或者是安怎进行精准分级，拢是讨论的重点。我们就是在努力，希望能够早日就一次就排除。那当然。有时候为什么我的简报有讲有遇到一些困难，有些这个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比较务实一点来做，所以有缓冲3年。这个修法会定出电子文件甲电子签章的功能，等于是实体文件甲签章。几个业界代表拢希望政府会当扩大电子签章应用的情形，而且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法案实施有更加侪配套。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力量的立委区显志早起开记者会批评讲，世界各国将对车桶的十日资的透光率拢有相关的规定，也毋过咱台湾拢无标准，嘛造成一寡车玻璃乌麻麻，影响到行车安全。立委要求讲交通部爱伫9月份提出管理的办法。天气真热，为着要炸日头，未少民众会伫汽车的窗仔门搭架烧纸，毋但当阻挡紫外线超入来。买档降低车底温度，主要是怕热而已。它基本上是全透明啦，但是是可以就看得到对面的。当然是怕热啊，可是问题是重点不是政府有规定我们不能装隔热纸吗？所以我们都没有装啊。不过时代力量立委区显志批评讲，继续做通光度的蜡管，全球拢伫咧做，敢若有台湾甲人无共款，是用目睭看的，根本就无一个标准，嘛无蜡管。就以附近的新加坡、香港甲日本做例。因车的头前玻璃，甲驾驶座两边边的玻璃，通光率拢袂当伫70%以下。车的头前玻璃继续纸若是伤乌、袂通光，是增加发生交通事故。孕妇走在马路上被车撞死，然后小朋友走在行车线上面也被车撞到，
我们想要的是说，你跟其他国家一样，驾驶从他的车内看出去，要能够最起码看清楚嘛。柯显智指出，交通部长王国材今年3月伫立法院交通委员会答应讲，3个月内提出改善方案。不过到今还无看到任何的修法草案，而且全台湾有800多万架汽车，敢若按算6管9万架客运车，所以要求今年9月立法院开议进程，提出全面6管的办法甲基停。若无会要求交通部长王国材落台。因若到这个进程，交通部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发生一件命案，一个47岁姓林的查甫人，伫初9的暗时，互人压走虐待，人嘛互等伫基美病院的急诊，后来不幸过身。警方传唤来的嫌犯，嘛认为讲阁有其他的共犯，阁继续在调查。初9暗时，台南一个姓林的查甫人，规身躯拢伤，去用等伫基美病院急诊室不治死亡。警方接到通报，成立专案小组透明追查。初10暗时，掠着涉案的4个查甫，2个查某到案。案发之后，在10小时锁定2处处所。那我们也针对相关丢包的汽车以及相关涉案的人士实施了2波的行动。那现在目前本案也报请检察官指挥。经调查，47岁被害人初白半暝伫咧安平的某一间舞厅去用拍，毋过无报案，了后伊就伫咧面册顶悬呛声。初到下晡3点多，伊先去到永康的福果路，甲朋友啉酒。7点多，佮去东区的某一间蛤蟆店。10点多，去用对店里压走。11点的时，就去用等伫咧病院的急诊室。个人挑工甲虐待伊的影片，搭伫咧网络。你别刷，你别刷吧。警方查到地点是伫咧安南区四侧的某一间茶行，初10暗时去搜索，掠着细单的主嫌顶6人，佮扣下长底枪8支、棍1支、刀1支等证物。我想这个茶行的部分呢，我们今天分析起来应该是部分纠众聚集的地方，所以因而查获到8支长短枪以及犯案的这些棍棒及刀械。所以我们也真的想要赶快知道说他到底是在哪里被他们，可是主嫌还在逃。好。那我是真的是希望警察能够帮我们，真的赶快抓到那个主嫌。涉案的6个人拢照杀人罪交予台南地检署侦办，不过警方指出主嫌唔哪一个，目前也咧全力抓捕，望会当赶紧厘清。竟然有风声讲这代志是因为土地纠纷所引起的，详细嘛搁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 MeToo 事件继续的传烧，其中某艺文界的大前辈，有立委是主张讲，台湾的性骚扰防治法应该爱参考美国、南韩等国家，增加性平的条款。若是加害者要接受政府的奖补助，调查是事实的话，就应该爱来停止对加害者的补助。2021年底，国家文艺奖得主萨科刘巴华活动爆发性平争议，去年互提起公诉，因为最近台湾MeToo的事件一直爆发，亲像这款呢，伫个艺文领域有出条表现的人，互控诉有性骚扰、性侵害的事件，不三时会听到。萨古流他有被这个民众检举，就是说他有性骚扰的一些记录，但是因为没有相对应的一些法条，所以导致说呢，其实这个没有办法即刻的从这个北美馆策展。最希望保障的就是一种创作上的自由，当然也包括情欲表达的自由。那这个背书，如果说让他们拿去做这种性骚性侵的借口的话，国家等于是进入了一个共犯结构。部分性骚扰的加害人要得到政府的奖补助，有立委认为讲。性平3法修订应该爱增列性平条款，假使讲受奖的人若是有性骚扰相关的事实，就爱有相关的机制来撤销，也是讲收回奖补助。经过调查，确定有性骚扰的情事，那这个奖补助金额应该全数的撤销，是情节的轻重，对加害人停止补助3到5年。心理师工会是建议讲。伫个性骚扰防治法内底，爱纳入心理辅导的相关协助。心理相关的专业服务的协助，理应由这个我们政府这边来讨论，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有更好的一些协助。修正法案呢，目前进行的相当的顺利，一定会在这一个星期四的院会呢，就来顺利通过送到立法院呢来审议。行政院长陈建仁指出。
估计要伫个13个院会会通过，送到立法院临时会处理，希望会当来建立有效、会当胜任的防治机制，保护被害者，并且有效来挺解加害者。记者综合报道。Me Too 运动和台湾社会重视骗色的问题，今日有民间团体提出性骚扰防治3法的修法版本哦，嘛要求总统府成立性别暴力防治办公室，提出国家性别暴力防治的计划，嘛要求讲军事校院、警察学校、和矫正学校，嘛拢应该受到性别平等教育法的规范。为5月底以来，Me Too运动伫全台摊息，各领域拢有受害者出来讲因过去的创伤。早起就有民间团体提出性骚扰防治3法修正草案的民间团体版本。妇女团体是表示，因为即马台湾性骚扰防治法、性别工作平等法、甲性别平等教育法这3部法律是3个无同的主管机关，主管就爱整合。所有的被害者应该都可以依照性骚扰防治法的规定提出申诉，要求行为人付出代价。我们希望修改法律，让我们的主管机关呢，对于雇主，我们应该教导他如何去处理性骚扰的事件在职场里面发生的话。民间团体呼吁国家就爱负起保护人民的责任，爱伫总统府的层级设性别暴力防治办公室，而且嘛爱亲像美国、英国、加拿大这些国家提出对抗性别暴力的国家行动计划。若准工课中的雇主无做好，就爱加强处罚头家，嘛爱去关心公司内底拄到性暴力的受害者会面对的困境。他们发现，他们往往遇到这个困境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支撑，然后用了很多的职场的八卦耳语来看待一个性骚扰，或者他们的受创的经验，也就是他们回应创伤的方式是用嘲讽的，是用阴谋论的，是用人事斗争的。民间团体嘛指出，在这波Me Too运动当中，也希望社会大众莫阁有完美的受害者的美思，大家就不要用一个完美被害者该有的形象，好像哭泣啦，或者是掉眼泪啦，或者是及时的尖叫啦，等等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来冠上他们什么叫做被害者。台湾防暴联盟表示，为5月31到7月7，因收到94个有姓名的检举，性骚扰占6成2，性侵害占28%，阁有偷袭、性别歧视、性别霸凌等等，是权势关系性暴力就超过8成。民间团体已经提出民间的修法版本，嘛呼吁政府甲社会爱继续重视，找出更加全面的解决方法。记者柯家选谢桂林台北报道。有民间基金会指出，讲教育部的统计显示，最近10档校园学生囡仔的霸凌案件通报的数量拢有增加的趋势。最近3档6档拢有上千件，相关的预防措施就应该爱检讨。有专家嘛呼吁讲，针对霸凌的事件，应该就爱主动调查。新冠已经退休3年，有学校改做锁定学习。不过，根据教育部统计，这3年校园内学生霸凌学生的通报数拢超过1000件，而且逐年拢在增加。本来已经不是很 OK 的人际互动的技巧、技能，又随着这3年的疫情更退化。国政基金会教文体育组调集人，但学生表示，通报数为1022件，增加到1601件。不过，确定是按的比例所干那10%，一定有误数。对于学生来讲，他感觉到被霸凌，但是通报确认的比例确实只有在10%上下。我觉得对学生来讲，这个心理上面的阴影是我们不得不重视的事情。台师大心理辅导系鉴定讲师刘慧君观察，学校普遍拢认为会当申诉就莫闹大，那个校园霸凌当作校园暴力，更较好处理。而且重点是，即马不管是学生霸凌学生、老师霸凌学生，也是老师霸凌老师，学校的调查甲防范拢伤过被动。为什么没有办法由一个主管机关有一个公权力采取主动式的调查？采取主动式的防范，而都是很被动的，甚至我们看到最近的事情，等到学生死亡了，你再来做亡羊补牢的动作。因为教育部当咧针对校园霸凌防治准则讨论修正方向，其中包含请外部委员。刘慧君认为，应该让唔那受过教育部认证的人员，买当做外部委员，那无校园强犯的权利，结果会真恶透。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北约峰会今仔开始伫台湾举行，随带申请要加入北约。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昨嘛表示同意，会送到土耳其的国会来批准。也毋过，埃尔多安嘛希望讲会当重新来启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也毋过，欧盟是表示讲这是无共款的代志，无应该放做伙处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甲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车10双双飞到立陶宛，准备来参加11登场的北约峰会。两个人赛后就和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来举行峰会进程的特别会议，针对瑞典加盟案做敲切。会后，斯托滕伯格对外宣布讲，埃尔多安已经同意把瑞典加盟案送到土国的国会来做批准定书。Completing Sweden's accession to NATO is an historic step that benefits the security of all NATO allies at this critical time. It makes us all stronger and safer. 纽约时报讲，土耳其国会当咧开议，预期到7月27结束。根据芬兰入会的经验，对土耳其国会批准到芬兰正式加入北约，敢若爱2礼拜时间。Den formella ratificeringen av också Sveriges medlemskap i NATO. Det har varit en bra dag för Sverige. 埃尔多安伫车10进前表示讲，土国若是同意瑞典加盟北约，嘛希望讲欧盟会当重启甲土国的加盟谈判，要甲双方加牵做伙。对这件代志，欧盟虽强调讲土耳其无应该甲2个加讲做伙，不过瑞典已经发表声明支持重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第一英美小军平台 TikTok 全球有超过10亿个用户，最近半冬正是行一种跳船挑战哦，对西正紧的船顶跳海。美国阿拉巴马州政府就提出警告，讲目前这跳船的挑战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了。挑战者徛伫船尾，伫游艇高速行驶的时，直接把是倒向下跳伫水中，人也真紧雨水淹沉，画面真惊人。It's killed 4 people already. I think 2 or 3 people broke their necks, and then another one was ran over by the boat. I don't understand, especially with Gen Z in this day and age of information, how kids are still falling victims to these challenges. 就算危险，犹原有袂少人大胆来试。成个人甚至拢上传抖音平台来点。美国阿拉巴马州当局警告，最近半年来有真侪人对流行进行的跳船挑战，已经有4个人因为为高速行驶的船顶跳入海中，造成阿妈棍断气毒醉死亡。其中一个人也是做人的父亲，迄当时由伊的家后甲3个囡仔伫船顶替伊翕影片，说意外翕到父亲因为跳船挑战而死亡。快速流动的水的时候呢，你跳下去，它造成的效果就好像一个人跳到水泥地一样，好，所以它会导致这些身体的一个骨折。如果造成是颈部骨折的时候呢，那当然就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个危险，可能会全身瘫痪甚至死亡。医师警告，无论是这种跳船挑战，也是金礁船顶水上游艇，拢爱注意船只的刷动，会造成水面变得像南马空头同款的顶，爱保护好头甲阿妈棍，才袂造成意外。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消息来看，今仔透早5点，台中的武丰市场一间老牌的面线店，可能发生火灾哦，可能是业者在换加速桶的时，加速漏开，大河附近有火，规个就烧起来，加载是无人着伤。单位出火车，连面就全部烧起来。台中武丰市场一间出名的面线店，11透早5点左右着火，消防队赶去拍火，现场是一直传出爆炸声音，1楼到2楼全部拢着火。那火差不多是透早6点左右拍花，加载无人着伤。因为有明火，那瓦斯泄漏出来，接触到明火就瞬间引燃，引发大火这样。那总共大概40个人到了现场去做抢救。现场有封锁线，调查人员嘛来了解状况。店家表示，迄当船长咧传料，那像是外加速的时阵，加速头拔开煞锁袂起来，边仔的路仔佮拄好拢有咧倒，加速流出来，拄着火全规个烧起来，根本就袂呼救。我是要换加速，阮咧有咧摇味啊，我换加速头。嘿。拔开就烧袂起来。就火就烧起来。系啊，我这边路啊拢有咧倒啊。
其他假术行业者提醒民众换假术的时阵，压力调整器爱反时钟甲存入去，用8成的气力就会当啊，避免伤大力、准伤暗、塑胶瓦屑袂当存久。另外嘛会当用听、用片的来判断假术有漏出来无。你如果一打开就一直有声音的话，那你就要注意了。对，那个没有锁紧的时候，你瓦斯一打开就会有声音，或者是还没用的时候就已经有闻到臭味，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是不是有漏气。面线店的员工即阵当咧无闲收尾，伊个调查结束了后，上无阁爱3礼拜时间整理，才有法度阁开店。按那倒火原因详细要阁爱调查。记者尤敏峰、王良涛台中报道。最近台北科技大学有学生案办营队，学生去海产店食饭哦，店里的白饭无够食，后来因就伫Google的评论留一粒册负评，随伫网络引起真侪讨论。学生已经回息咧，店家嘛接受，也毋过这项代志阁继续拖烧，无法度收煞。学生营队的总调昨半暝又阁播影片来说明，嘛阁再回息咧。开门营业进前，头家就爱先煮饭串料，这是餐饮业者普通时拢爱做的代志。伫最近引起争议的北高台白饭事件，是初八暗有20几位学生到店内食饭，结果甲店内的白饭食完了，留真侪1000的负评，互店头家真无奈。北高台住在乡的工作人员随发声明，认为伫Google顶头有消费者评论的原则，也毋过头家是讲今夜有出入，双方讲法无同。网络的评论真多，学生随去店内会室的责任翕相并实众怒。有来道歉了，那我也希望社会大众们就是说，我们把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本来就是代志安尼就结束，也毋过学生讲有一寡媒体甲代志切头断尾，甲中一段夸大报道，互代志愈闹愈大，所以初十暗又总调录影片向外界回息咧，说明代志发生的规个过程。也讲其中有一寡学生最近受到真侪批评，情绪真歹。他提到可以检讨和改进的部分，我们都非常认真的听了进去。但这种无异于事件处理且锋利的言论，我们不会照单全收。总调伫咧上新的影片内面几多遍回息咧，因若头家也早伫第一时间就接受学生的道歉，不过网络顶也是真侪人伫咧骂，互代志一直无法度煞。伫即马网络时代，每一个人拢是乐听人的社会，民众要安怎伫咧一个新闻事件内面有独立思考判断，是真重要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目前有2款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爱敏氏跟内舒拿喷鼻的药剂哦，这2款目前嘛是个欠货，基站的诊所甲药局只好互相交换。有药师是指出讲，即马欠货的情形比6月时个愈较严重。根据健保法哦，厂商无提前向政府来通知药品欠货，是会当依法来停止健保给付1档哦。药师是认为讲，政府的态度应该大方的，规气互厂商退出健保。国内欠药的问题继续拖烧，虽然药品供应通报处理中心已经成立，也毋过像爱民氏甲内舒拿这2种被喷剂型类固醇也是出现欠药的情形，造成不少基层诊所药局只会当以药换药。全世界都需要这个药，好像有点关系。另外一个可能是台湾的健保，因为把价钱真的压得比较低嘛。他讲说现在中国也有这个需求，台湾有这个需求的时候，还把比较多的货量放在中国那边。药师辛彩英也表示，内舒拿去年10月都欠啊，爱民氏是为今年3月开始欠。原因当然是药厂供应管不了不足。虽然食药署6月公布爱民氏的相关替代药品，也毋过实际上却无一款是会当用的，因为唯一成分同款的根本不是健保用药，而是只是由欧治鼻舒敏。指示用药是欧治鼻舒敏喷剂，其实它跟爱敏氏是一模一样，不过它是指示用药，健保不给付，食药署也是严重的失职。当它低于6个月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做准备，就不会造成现在这样子青黄不接的一个状态。辛彩英表示，即马欠货情形其实比6月更加严重。那根据健保法，药厂无提前向政府通知药品欠，应该依法停止健保给付1年，政府应该硬起来执行，也是规期互厂商退出健保，全面改用指示药。若无未来欠药会一直发生，到这个进前，食药署拢还未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屏东万丹的土墙火山今仔搁再喷发咯，附近一间庙的庙方人员是讲，前几天都有闻到硫磺味，无想到讲今仔就伫3个地点喷发，其中一个地点捌伫民国95年时喷发过，经过17档搁再喷发，加在即届是正挖进水沟啊，佮加上一期的稻啊已经收成咯，无去影响到农作物。亲像海鹰咧拍这种声响一直传来，上悬将近1层楼悬。屏东万丹乡年火山11号半暝到早时，互民众发现一直咧喷发的地点，跟阮伫咧丰原圣殿附近，拢总有3位。啊，这道这坑5个月哦，5个月前。5个月前。啊，这道这坑莲花池。莲花池无请讲啊，无请讲吼，固定一段时间你会讲啊。啊，若有一天无起来，我就拜托啊。咱95年迄阵啊，搁有遮嘛。遮个有补。嘿，95年过来就总拢无搁补啊嘛。其中一位10几档无喷过，即届嘛出现。庙方人员讲，前几天闻到硫磺的味，11号就发现开始喷，检视着喷发的所在，离水沟较近，加上一期的稻作拢已经收割，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但最近天气真热，佮加上花莲达发生过5级有降的地动，嘛互庙方人员怀疑敢是有关联。感觉讲最近吼，应该会搁无，因为迄个天气气候足热嘛，还有那个花莲遐拢搁有一直咧地动。明火山之前的那主要是水汽跟瓦斯啊这些因子而已，所以一般就跟天气的变化应该没有太大的原因存在。而且讲地价是升温的状况，年火山喷发啦，以历来研究资料显示，甲天气变化直接的关联无大，因为伊主要是地下水汽压力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所释放来造成。记者王刘婷等现昆屏东报道。再来看高雄市伫去年是全台湾头一个县市通过丁仔卡管理使用自治条例，公告1.5公尺的范围内底有提供过路人行路的空间，地当摆摊。桃园道民代表建议讲，桃园市卖当比较办理，也毋过桃园市政府是表示讲，目前暂时无考虑开放。市场边啊，真正看到丁仔卡违规摆摊的情形。桃园几个议员质疑执法的标准无明确，因讲白色摆摊咧趁钱，趁的无济，若去用检举处地罚钱，毋知影要卖偌济物件才有法度补会转来。也若乌多摆停伫丁仔卡，颠倒毋要防法，呼吁市府大底高雄市起楼管理使用自治条例，有条件开放丁仔卡互摆摊。就为了生计啊，店面很贵啦，店面有的都混不下去了。都关门了。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游戏规则让大家纳管的话，那这个检举跟冲突大概会持续下去啦。议员建议，市府会当针对丁仔卡定出明确的管理规范，反而依法申请登记、立管地名册，伫合法的范围内做生意，会当减少租金甲范围的纠纷。不过强调讲，要优先考虑留人行的空间。针对这点，民众的看法是真无同款。我认为要净空，不要影响到就好。骑楼属于道路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供行人通行，这才是都市计划的原意。改善人行环境是目前全台均在努力的目标。市府评估目前桃园人行也有停车的空间无够的问题，暂时无考虑立法开放丁仔卡的范围做商业来使用，嘛会持续系统性结合各局处的资源，来提升过路人的安全甲利便。记者综合报道。119报案的电话是救人救灾真要紧的代志，千万都唔通乌白卡。花莲县的消防局统计一当大约会接到1万多通，甲救灾救护无关系的电话。有人敲电话里只是想要唱歌，互消防人员听；，阁有人酒醉敲来乱，互消防人员是真困扰。消防局勤务中心的电话咧亮，不过报案的人煞唔讲话，有当时还佫会拄到酒醉敲来乱呢。上下面还佫有人会唱歌啦，去互消防员听。我报警了，我是国际紧急电话嘞。哎 ，OK， 报警吗？报警打110啊。打来就是唱歌给你听，他说什么接起来说辛苦了，然后就开始唱歌。
根据花莲县消防局统计，辖区一年都接到77000外通报案电话，其中有1万外通算是无效电话，占总量的20%。不过有当时嘛拄到特殊案例，亲像讲报案的人无法度出声音，即时会用电话指引，甲看是毋是真的。您现在是不是不方便说话？如果是，麻烦拨3个9，甚至我们会做一些其他的引导。你现在是身体有危害需要110吗？如果是，麻烦帮我按3个1，他就再按3个1，那我们会同步的通知110过去。消防局提醒，消防法部分条文已经修正，若是乌白报各类灾害，也是讲无代志乱卡119，已经甲提悬罚则，相关的单罚1万块以上5万块以下的罚金。5万民众要共同来维护救护的资源。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的五家甲东山乡部分的农地还未中划哦，常常发生用路甲用水的争议。地方理事希望讲县政府赶紧来办理。县政府嘛讲哦，因会先来听民众的意见，再来启动中划。来到宜兰五家乡团结路边的农田，会当看到农地是无规则的形状，佫无农路甲水路路面讲，安尼才会产生用路甲用水的争议。除了处理自家农地无方便，因为无完善的排水系统，定大水就来的饮水，互稻仔拢浸害。希望县府赶紧办理农地中划。助产的真无方便，册啊嘛提袂出来，对排水嘛歹。3角形、6角形都全部有起林地一大堆。镜头来到东山乡三基村当地，也有要办理农地中划声音。也毋过工作当年利用策略调查，打造采话调查，佮办理的气球活动，加做观光点。工作希望，若要中划案启动，县府应该先行评估。那个地方所在的地方生态，如果一旦农地重划之后，可能它的一些自然生态也当然就会随之而消灭哈。关系办理农地中划人事爱先由各乡镇公所规定区域各处着区域过半农民同意才能启动，农民爱贡献部分土地用来施设农水路等公共设施，中划了后大约会当储备8至9成农地。针对本县的12个乡镇的需要，由乡镇公所整合人民的意愿以后，会把一些初勘地区提报到县政府。县政府表示，会针对12乡镇公所需要，由乡镇公所整合农民意愿了后，提报到县政府，就会启动中划程序。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丰富的生态环境哦，是真侪岛礁过冬的选择。台湾博物馆举办一个岛礁的展览，来了解台湾岛礁的种类。馆长洪世友嘛指出讲，岛礁常常去弄到大楼的玻璃窗啊死亡，未来这部分哦，嘛是野鸟保育真重要议题。伫台南7个地区，逐当拢会飞来台湾过冬的乌面腊飞，全球有6000多只。台湾嘛记录着超过3800多只，数量一当比一当较侪。毋但乌面腊飞，台湾有将近700种的鸟类，其中有7成是岛礁。台湾博物馆最近就举办展览来了解台湾的岛礁。台湾会列为这个候鸟重要的一个国际站哈，我想应该很清楚代表台湾这块土地。其实它有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以及很丰富的这个食物的资源。台博馆嘛表示，这摆佫有展出台湾真罕见的岛礁的标本，有1943年的白头鹤，1910年的高头鹰。这只秃鹫呢，是1912年的时阵在台湾发现的，是在台湾那个掠来做标本，非常罕有的一种候鸟。台博馆嘛指出讲，伫美国有种1只的鸟类因为弄到虫啊死亡，未来这嘛是保育的重点。高楼大厦的这个窗户造成的这个反射的影像，以及它的透明，造成鸟类无法去判断哈，然后撞到窗户而死。台博馆嘛讲，透过展览，互民众认识台湾鸟类生态的多样性，甲野鸟保育的重要。记者郑阿雪、谢桂林采访报道。再来看台湾头一个登录做毛笔制作文化资产技术保存者陈景聪老师，伊伫中华艺术馆举办毛笔书法的收藏展，嘛开放互民众来学做毛笔的体验课程，咱做伙来看卖。高吼，对下面高一个箍仔起来，个练起来。这位咧教毛笔白线的师傅，是台湾头一位受登录的毛笔制作文化资产技术保存者陈景聪老师。做笔将近50档，即阵当伫咧中华艺术馆举办展览，嘛开放毛笔体验课程，互民众来学做笔。一开始很困难，后来学会了，就觉得
很上手。感觉最近的囡仔拢跟毛笔拢做成熟的，然后我带阮小朋友来家接触这些毛笔，实在毛笔免它制作。白线、点笔、折章、热毛。陈景聪老师表示，制作毛笔上可贵的功夫，就是一个人有法度完成100道的工法，独立制作一支毛笔。有这款功夫的师傅，全台湾恐惊剩无10个人。伊嘛无创部举办体验课程，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来学功夫。这个是先用上届后壁这个10道的工法吼。来，互因做体验，因为技术毋是一天两天做起来吼。所以讲，成为体验了后呢，慢慢我用较容易吼了解，会当理解的技术吼，安尼来要体验要接手，安尼较紧啦吼。最主要是爱生活有兴趣，袂使来学人有挫折感啦，挫折感伊就毋敢活来啊。陈景聪表示，1970年代是台湾毛笔上界辉煌的时阵。当时要找师仔工足简单的，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毛笔行业渐渐稀微。伊除了自行传承做毛笔的功夫，嘛写书法，用毛笔做艺术创作，望这门传统工艺迈长路。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中国海南岛的长手猴，全世界只剩37只，嘛面对特别长种的危机。也毋过伫40当前，这款物种只剩7只尔。最近这几冬保育人士是真拍拼，才互因会当生拖到37只。发出敢若咱人哭出来声音，这种伫真悬树尾底海，真罕的落来地面的动物，都是全世界上稀有的灵长类海南长手猿。讲的毛草真乌，毛的规身躯金黄色，主要生长伫海南岛的雨林内，因为数量真少，要追踪因都要对因的声。我们每天都要从5点左右要到监听点，然后再听长猿叫，然后再去跟踪拍摄，了解它的生活习性和它采取的植物种类。海南长手猿伫1950年代数量本来有2000多只，不过30年减少到剩7只，强尾灭种。主要就是咱人过度滥捕加错查，互伊的生态第一线消失。2年前，有关当局伫当地设立国家公园，种30万丛树啊，国家研究单位合作来抢救海南长手猿。主要是记录它的那个数量分布，还有它的栖息地这一块，监测它的一个生理健康的一个问题，记录它的一些行为学的一些数据。甲保育鸟禽无共的是，当地团队无靠人工复育的方式，是希望有因的生态地减少咱人干扰的方式，和这个叫做雨林瓜王的海南长手猿渐渐生态后代。目前已经知影因的数量增加到37只，分别属有6个家庭。保育人员是希望甲青山绿水幸福长手猿了后，因的数量会当继续稳定成长。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今仔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有云林以南会落东部仔雨，中南部有西部地区、山区嘛有机会会落雷公雨。下半部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
了。